各位旅客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來到長洲觀賞香港最具代表性的傳統文化活動之一——長洲太平清醮。讓我先介紹這個傳統文化活動的歷史起源吧。清醮時，長洲發生嚴重瘟疫，有很多村民死亡。接着，我會介紹這個傳統文化活動的具體流程，你們參加的時候都可以注意這些細節。農曆4月初會有接神、搶包山、飄色等等。你知唔知道點解呢個流程，呢個傳統文化活動會留到依家？因為每年要拜祭祈福、保境平安，呢個就係北帝、搶包山、飄色。多謝。